有人说这三点以后的这个下午茶时间不够，所以说我们就商量在讲课的时候，讲开示的时候就为大家献上这个茶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之后在开示的时候带上自己的碗或者杯子。然后我还有一个建议是，早上的这个诵经的时候，僧众在进入这个大殿的时候，像往昔的传统的话，要是还没有进入大殿之前，要进行3个大礼拜。我觉得奉承着这样的传统，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殊胜，这也可以圆满我们的资粮。所以，就算只能在佛像镜前磕3个大礼拜，也算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积累资粮。所以，请大家并不要在这一下子就蜂拥而入的进入大殿。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今天所讲的这个百段引导文，我昨天想了很久，觉得就这样的口传的话，可能不会有很多利益，所以说呢，并不是仅是念一遍而希望可以让你自己自他所有的一切人，可以利益到我们所有一切人的志相续。因此呢，今天我也会在做一些讲解，慢慢的就这样讲解下去。就算今年不能圆满这个传授，我们明年也接着继续传授。因为这个百段引导文，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段落。各个段落和部分，看能传授多少就传授多少，并不需要说是要紧张，今年完成不了这个口传。然后接下来就继续讲解这个波多瓦的这个自言自语的这个教言。所以说呢，在这个希求解脱的这个最主要的是一个信心。所以说这种信心，要想升起这种信心，就一定要意念死亡。所以并非只是了知死亡就可以升起这种信心，就像是隐隐在心中隐隐作痛一样，一直就这样持续下去，日夜都有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也就是意念死亡的这种感觉，你才会升起这种信心。如果你升起了这种死亡无常圆满的这种死亡无常的话，你就不会对世间的这个物质升起希求之心，也不会产生欲望之心。就不管
像这种对世间所有的一切升起厌恶之心的时候，心中也会升起对罪恶的这个忏悔之心。总之，要想到世间的所有都没有任何的实意，对一切都没有任何的贪执之心，升起对世间的厌恶之心的时候，这样你就会对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事都升起无意义的这种心态。这个比喻是什么？怎么样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佛子，木去脱面，也就是，这个佛子三日情的这个作者。有时候，就是说有一次他去夏洛啊，来了他们的一个地方官员的一个家中，然后他就对这个官员，供食物的时候，他就给这个官员放了一个在盘子里放了一个食物，但是他不知道另外那个人是这个官员的这个官员家的千金，所以也没有放任何的盘子，就直接把这些食物放在他的放在前面。但是他就想，之后才知道他是这个官员的千金，是不是需要一个盘子呢？最后他还是想着管他的，反正就算是他是官员的千金，也不需要这个盘子了。总之，就算对这种世间的这种一点小事，也不要去太过执着，更不要听其他的世间的其他的一切事情了。就世间的一切事情，不管怎样，让他去吧。他要怎样就怎样，爱怎样就怎样。这所讲的都是瑜伽师他自己心里的，应该以持这种一个心态。以自己的心态去出发的话，就要不要太看重世间的一切，就管做什么，自己都在这一方面都没有任何的所谓。总之，像这种善士们、圣者们，他们不会对世间的这个一切虚度光阴。主阿底夏尊者和中敦巴两个他们都有共同的弟子。他们听说中敦圆寂以后，所有的法友都聚集在一起，在这个聚集的这个弟子里面有完全厌恶世间的这种一些弟子，他们就像
也有很多贪念此生的这些弟子，所以说呢，他就想，如果这样圆寂以后，这些弟子都聚集在一起，加上这些贪念此生的这些弟子也聚集在一起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所以他就最初就逃离了这个地方。冈波巴大师说，你平时在修法的时候，总是要想着你即将死去的一个心态，用即将死去的一个心态的话，你就不会太去阿谀奉承其他的人。像阿谀奉承的这个看别人的脸色，它有一个顺缘和违缘有两种。顺缘也就是说看到他对自己的利益而去奉承他。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的仗势而不得不去奉承他。总之，像我们修行者不需要对他们做任何的奢求，所以说我们并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比如说像乞丐的话，他们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如果说乞丐他们为了祈求到一点食物要看别人的脸色的话，像厌恶世间的这些修行者，他们为了衣食也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奉承别人的话，那是一个错误，因为乞丐他们是没有了却此生的这个贪念之心，所以他们才会去奉承他人。一个对他厌恶此生的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衣食而去奉承他人呢？如果自己前世有这个造化，你就会不需做任何的造作，你就会得到这个衣食。像乞丐他没有远离此生的贪念的话，一个对厌离世间的人，他要依靠前世的造化，依靠前世的福泽，才去得到的这个衣食。但是乞丐他们是因为他们贪念着此生，所以他们永远都无法知足，就一直都辗转徘徊在这个衣食的这个欲望之中。今生能不能得到衣食，并不是因为对不对他人做奉承而产生的，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前世所造的这个前世所积累的资粮福泽，前世有积累，今生可以获得衣食的这种资粮的话，今生就会任运成就。如果前世没有找这样的，前世没有积累这样的资粮的话，今生是你再怎么去奉承他人，也不会获得衣食的圆满。比方说在寺院和村庄之中走来走去没有主人的这些狗，他们虽然没有去奉承任何人，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食物。
因此呢，如果能够意念死亡呢，对一个意念死亡的人来讲，他会想到死期无定，死亡无常，因此直到他们有的人说，在还没有老去的时候，先承办世间的事情，等老了以后再承办出世间的事情，才去修法。有这种一股人，或者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当在家人，到老了以后我就要出家，当出家人，因此，真正的修行者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知道死亡是无常的，所以他们知道，死亡并不是说只有等了老去了以后才会产生。너나 샌들 제일 저한테 제일 신경 쓰고 싶게나 샌디 카드가 또 나도 불안주의 주제는 하나 또 정도总之，师生对心里要发誓，就算是死去，我也不会再造作这个世间的这个事物。如果以这样去造作世间的话，那还不如早早死去。以这种心态的去修持，依照自己前世修持的福泽今生获得的这些衣食，而不去特别的为了衣食而去奉承他人。有的人这样想，我可以自己也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也去修法，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圆满，又可以圆满世间法，又可以圆满出世间法。这样的话，在出世间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法者，在世间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世间的人。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초기 찍라야 제대 죄비야. 내가 날라시 원한 팀상 기준상 초등학교 인체를 이거 초벌 도과시나. 팀상 때문에 순이니까 가벼셔야 원한 체계 예반이. 최지된 네가 여벌 잡을 처분되는 지대만 판로도 가벼셔야 잡는도. 넘바스니 냠내 샤와나 비트 코인이 생기 이겨 도과가 조르미지. 당겨 도과가 조르지. 인수.总之呢，世间和出世间法两个不可能同时承办。有一句接着就是说，贪念此生非行者，也就是说，对贪念此生的这种人不可能承办出世间法。为什么呢？像往昔这个诸位如理如法的所有大德，他们从来刹那也没有承办过世间的事情。但是像现在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话，所谓的成就者的话，又如果说要去承办世间和出世间法的话，像现在的话，称为现在这个时代称为是只是佛法表象的一个时代。
因此不可能承办这个非常圆满的出世间法。有的人口称说是世间和出世间法都可以共同进行的话，其实他们已经成为了修持世间法的人了。格西波多啊，他说他并非要去看别人的过失，我也没有去找别人的过失，我最主要在寻找自己的过失，看自己有什么过失。有人可能会想，我总是在看别人的过失，但是最主要是大家要修持，看自己去反观自心，去看自己有没有行持如经典之中所讲的这种真实的佛法，或者是承办世间法的人，看是否是真实的这个世间法，或者是真实的出世间法的修行者呢？总之，所谓的真实就是没有任何迷惑的这种修持，我们应该反观自心去看一下。修持承办今生的世间和承办出世间法的这两个为什么会不能同时进行呢？因为如果你要修持世间法，就得必须要有一定会产生这个世间八法。但是如果你去修持出世间法，就必须断除这个世间八法。前些天我也讲过，在世间八法之中分为白世间法、黑世间八法、花世间八法，分为3种：白、黑、花。像黑的世间八法，也就是说，修行者一定要断除这个黑的这个世间八法。像花的这个世间八法的话，像白的这个世间八法，据说是在登地菩萨他们具足这个会有这个白的这个世间八法。总之，像我以前也讲过，我们修行人一定要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修法上，把承办世间法视为是次要的。如果两者相互颠倒的话，把主要精力放在世间法的话，那就是错误了。比方说一个木匠，对他来讲，这个木匠的这个事情，他才是他的专业，而并非其他的事情。像我们出家人，一个修行者，比方说，一般来讲，一个人他会分为很多，比方说他是商人，或者是又是康巴，或者是牧民，或者是农民。以牧民，因为他是牧民，所以他就会吃酥油、牦牛肉。因为是一个修行者，他就必须要去修持出世间法，世间法他就适可而止的去行持这个世间法。就算是能承办世间的法可以，如果不能，也不要去刻意的去承办。这我们一定要懂得。比方说，像我以前所讲过，噶举大祈愿法会的时候，会聚集很多的人，会聚集很多的出家众。有的人并非是平常是这个出家人，但是在噶举祈愿法会的时候，他们就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出家人。像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个怎样的一个状态。来到祈愿法会的时候，
要观修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以及慈悲心，就算他不懂得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慈悲心这些，但是他也起码要懂得该如何为了这个佛法常住、高僧大德长久住世、佛法兴盛而发愿。这样才基本上具足这个在参加这个祈愿法会的真实的实意，但是并非是在你穿上出家的衣服，为了在祈愿法会获得这个供养，或者得到什么任何的资具，以这种方式来参加这个祈愿法会的话，那就和这个教法背道而驰。因此，总之所谓的世间八法，不管讲不讲世间八法，我们修行者最主要的就是需要修持出世间法。我总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就算吃一个糌粑，就算仅吃一个糌粑，吃一个食物，你也要远离这个出世间法。就算你缠腰带，就算你系腰带的时候，你也要反观自心，也不要让它成为世间法。这样的话，是不是觉得很困难呢？比方说想吃个东西，或者是系个腰带，你也要想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挺困难呢？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殊胜之处。就算是比方说，如果你在吃糌粑的时候，你就算不能融入到佛法，但是你也不要融入恶法。比方说你在闻思修持真实的闻思修持佛法的时候，在这个状态，你就不要让这个世间和出世间法相融，一定要让这个你的修持成为完完全全的成为出世间法的一个修持，不要让他们相互掺杂。因此，所以说，就算你在修持学习五部大论的时候，在听课或者讲课的时候，自己的心态一定要尽力的相融到佛法之中。要让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成为如理如法的一个状态。在这里面，第八世密戒多揭在另一个引导文之中有这样讲过，在密戒多揭时期，噶举派的一些僧众也诽谤过这个密戒多揭，他们说在历代噶玛巴之中，密戒多揭是最不如法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就是说，密戒多揭说，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他们说密戒多揭没有任何的引导文，所以说密戒多揭说，我也没有任何办法。所谓的引导文，就是说要引导，比方说要引导一个盲人一样，像一条狗。如果自己有一条狗，我们就会在狗上拴一个绳子，然后让它带着，也相当于一些导盲犬一样。所谓的引导，它一定要像我们佛法之中一定要引导一个让他们引导三学的一个道路之上，但是我虽然引导了他，但是没有人跟着我一起走，没有人去入其中。虽然我这边非常的用力在引导他们，但是他却拼命的往回拉，就像一条狗一样。如果我们去拉它，它不想走的话，它会往回拉。主人往前拉，狗往后拉，这样的话就永远也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像上师一样，他也是在为传授引导文的时候，他是在让弟子们叫他们过来，将他们引导到三学的道路之中。但是听闻者却说，我不去这个地方，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为宣讲引导文的时候，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家和出家人不可能同时会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但是后来就会有一些又不是。也就是说，修持善道和造作恶道这两个事情是不可能同时进行的。像比方说，一脚在比方说，有人说，一个人去。修持世间法或承办世间法不可能同时进行，也就是没有说同时进行的这个时间，要不就行持世间法，要不就行持出世间法。总之，你学承办世间法的话，你就去承办世间法；修持出世间法就去修持出世间法，两者要分开的非常清楚。一会儿去修持世间法，一会儿去修持出世间法的话，这两事是不可能成就的。如果你要修持来世的为了修持来世，一定要修持三界的学处。如果要行持三界的学处的话，平常一定要时时刻刻观待自己的三门身口意，时时刻刻都要意念反观自心，看自己身体在做什么，口中在说什么，心里在想什么，要时时刻刻观待这个状态。如果不去观待这三门，而去放逸散乱于世间法的话，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圆满这个出世间法。就说你在散乱于世间法的话，你的所有的这个言行举止就会出现很多的误区。因此，所以说时时刻刻都要观待自心。所以说呢，为了维持这个自己的生命，维持自己的这个生命，只要自己不饿不冷，不冷就行了。你就要视世间的一切物质，就像你在一个肉食动物面前放一堆草，像在老虎面前放一堆草一样。有些人没有意念死亡无常的人，如果听到这些的话，他可能就会去想，我在讲一些欺骗大家的话。善知识那种吧，请不大可惜。我们不要说其他的了，其他造什么恶业，就仅是这个嘴皮动一动，我们就会造作很多的恶业。我虽然不能清楚地记住这个祭文，但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买一把锁，然后锁住自己的口，然后把这个锁的钥匙交给别人，然后如果自己需要讲法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个锁打开，然后让他可以讲话，然后平常就不需要用的时候，就把这个锁上。为什么呢？因为仅是这个口上的口业，可能就会让我堕入到恶趣。
因此，如果要投身到恶劣的这个恶趣，就算是身体的行为，或者是口的行为，或者是意的这种行为，或者是业力，都会让我们投身到恶趣之中。波多瓦他说，可西波多瓦他说，他在世间的这个轮回之中，对这些富足的人、有威望的人、有名望的人，对他们我已经很长时间已经厌恶了他们了，对这些都已经厌恶了，所以。